嗱，最近咧就好多人喺度病喎，但係唔知大家有冇發現咧？明明好翻之後咧都係咁喺度咳，明明一開始病嘅時候咧就冇咳啦，但係好到差唔多就係咁開始咳喎，咁到底係點解嘅咧？嗱，其中一個原因咧，其實就因為我哋嘅免疫系統咧出現咗過激嘅反應啊！嗱，basically 當你病緊期間咧，你嘅 immune system 即係免疫系統咧會處於打仗嘅狀態嘅，咁所以 basically 對所有嘢咧都係非常之脆弱、非常之活躍㗎。咁當你病好翻之後咧，你身體咧又未咁快吞單翻咧去翻個正常嘅狀態喎，咁所以咧就好容易對於外來嘅刺激咧就特別敏感啦，就好容易作出一啲大反應啊，例如就係咁咳咯咁嘅狀態。咁另一個原因咧，其實就係因為咧呢啲嘅病原體殘留咗喺你身體裡面喎。有研究就話咧，原來病毒咧可以遺留喺呢個呼吸道裡面㗎，咁繼而咧就刺激你嘅呼吸道黏膜啦，從而咧就引致你咳嗽喎。同埋咧，你啱啱好翻嘅時候咧，其實你上呼吸道嘅黏膜咧係未修復完成㗎，咁所以咧就面對外來嘅環境啦，同埋刺激力都係非常之敏感。即係簡嚟講咧，食少少辣嘢、少少凍嘢，可能已經咳到想死咁滯㗎啦。最近咁多人病啦，所以咧其實大家保護翻咧你嘅黏膜嘅濕潤度咧都係非常關鍵㗎，因為畢竟黏膜咧黏液咧係幫手咧頂住啲菌啦，等佢唔好再進一步咧入去你身體裏面，係一個 physical barrier 物理屏障嚟㗎。咁當然啦，都要大家咧有一個充足嘅休息，不妨咧見片嘅飲水，好好休息啊，咁跟住咧先有個健康嘅身體去應付咧未來嘅挑戰㗎。